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ndy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嚟緊有一個好正嘅文化活動，我想介紹俾大家。今次我要推介嘅文化活動就係譚勝卓90抒懷作品展，將會喺香港大會堂低座1樓展覽廳舉行。舉行嘅時間係4月12至到18日。不如我哋而家抽少少時間睇下大師嘅作品啦。譚勝卓老師亦都係香港本地嘅國畫大師，係嶺南派大師趙少昂老師嘅入室弟子，嶺南畫派第3代傳人。佢以專長嘅西洋畫水彩技巧，融匯於水墨之變化，而成為個人嘅創作特色。其作品於世界各地展出，深獲各界好評。譚勝卓老師亦都係我預科時代喺學校裏面教大家畫畫嘅老師，今年已經90歲啦，所以今次嘅展覽名稱就係90抒懷作品展啦。作為後輩，我當然要鼎力支持。我邀請大家抽時間出席，希望到時會見到你啦。如果你喜歡我呢條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